啊，我收了了，我收伫我长人挂的。各位听众，欢迎有人来收听闽南福建的鬼个故事。这个礼拜真正无愈甲过，所以我来使讲鬼故事，真正 accept all, view all, admit all， 甲咱人即来讲鬼故事。这礼拜我搁再来到这来讲鬼故事。你看我火啦，所以我面红啥关公呢？红光岛的关公呢？哎呀，咱搁看袂到，特别迄个，特别 clubhouse 上看袂到。关公，这礼拜我们讲，我看完特别嘉宾是装红线大声是装啊？阿涵了，阿涵欢迎。Hello， 大家好。個阿三垃圾，個有豆哥，個有得我地都，個 Hello， 大家好。阿龍，個有爸個女甜甜，這就是爸個女甜甜是這樣。百幾啦甜，爸個女甜甜是這樣。大家定嘅都得，嚇未必是人，然後個有蘑菇 ，Hello， 個有哇蘑菇成日水，然後個蛇靈，這是蛇靈，然後我是江湖鏡阿 John， 哦，你是江湖鏡 ，OK， 啊，你都冇笑誒。無上看袂唔知點。我 OK 江湖鏡，然後個有白青噶，另外一間唔知是隻鳥誒。應該是烏喵啊。大家好。啊？姐？烏喵是唔是啊？你是隻喵誒。唔是咧。裝一下。隻鳥，都有鳥。嗰隻鳥誒喎，到底 clubhouse 誒。那有隻喵誒嗎？隻鳥。Google Meet。CD 林。隻鳥。嗯。喂。誒，做乜鬼嘅歌冇去誒？啊，毛毛哥就阿爸咯，就咩好聊？誒，毛毛菇嚟了。啊。毛毛菇就是啲 Google Meet 邊㗎嘛？你爸都嚟啊？嗯，是啦。แล้วแล้ว人嘅刷空嘅聲。個冇แล้วขนาดเมื่อกี้โอเค clubhouse 一個 clubhouse 有 OR 先字吧。個有 clubhouse 上面嘅人有阿蕉、南西、半劍啲小雜某，一間名名係我什麼想唔起，咱叫名衛生叫名，定係咱講迪加基嚇對，迪加基金配。愛咩？就晒。愛咩？為拖會菜店嘛，甲人嘅新朋友到底起來講鬼故事，咱有想到伊畫面嚇。伊有畫面嚟，伊家己上好誒。其實好咧，畫面厲害。OK，我一學就是試落一條嘅。我真唔知係畫面係咩，我唔知個。你都唔知，你仲白意嘛？都唔知。哦。古正塔。都驚掉了。OK， 來每個聲名咪嚇，你查嚇，係咪查？�o，哎呦，呢就是呢家己誒歌嘅家己。你不要叫我做路，我做路誒，你未聽到特別錄音咪是誒？嗱講。我名莫鬼看。
哦，有就有聽到就，你莫鬼長嚇嚇，好，有人名這個名袂？成個冇啊，好，冇幾哇，長搞搞，冇，我未睇好，好聽過頂住睇你名真正。不到寶，八度波，哦，我讀寶是，最是普吉碰跑，我今日即係名嘅出。你冇啲這邊，你冇係定交易，一直幫啲聽到對人古仔 episode 嘅咧，所以不得得這啦嘅名。哦，這邊冇，有機會介紹好老闆。OK，使。哇，哎，我要拍個照，莫鬼長啊！誒，拍個照，拍個照，拍個照。阿總你聲雞，你嘅 nickname 是蝦米？我是後店阿龍。嚇，你是後調啊？你梗係冇你傻你喺度講。嚇，你是後調？阿龍就是伊嘅 nickname 誒，阿龍就是伊 nickname 了，是咯，因為伊嘅真名唔是叫阿龍。Because 你就會說，我話名冇安尼吉利嘅是因為我是頭一批嘅 member 嚟，往喺年代。冇卡機，我點解我會叫卡機冇嚟冇數300嘅都？你咪隨時嚟 point 嚟，你隨時嚟 point 講，你隨時嚟 point 嚟講，我仲會隨便叫卡機啊嘛，對唔對？我喺年代，因為我是頭一批嘅，冇我是頭一批嘅，所以冇。嚇是咩？差幾條代表邊嘅唔是？誒，即係莫鬼長嘅咧搞笑畫面嚇，要使小寫就記得落，人背起來是無嘅時候，讓識去梅咯。成家人去梅字嘅啦，特別去梅。呢個梅話物件就 start 住講，呢個男仔是下面人，你講到冇物件我聽啦。嗰個咧撳配咧，意思下面關嘅人嚟。我咧會介紹，我撳配 ，she is a baker。我講你做邊嘅？嗱男仔是看鬼嘅。冇了，如果我講嘢，真係看鬼。你是神婆，神婆。是伊家己開啊。家己開嘅。哦，你看啊，本是出比本啊，因為我聽到兩個名嘅了，我梗係好笑嘅。嚇！誒，你想到好笑嘅畫面係啥物？講話。好笑嘅畫面啊！哇！我頂住我聽到普吉啪碰啪，笑甲拍領導。普吉方法是咱嘅老椒一分牛以後誒。誒，裝是電話聲。有。裝電話聲。拍領導嚇，對，拍領導。誒，特別咱咪講話係你係啱成個條線嘅人咧。I mean Google Meet 係咪都看啫？頭晚即係江湖依家江湖鏡是你撳食嘅咯。江湖鏡是XAXE，so แล้ว你名咧咪 LXG P 咧 P 是裝 P。你講我名出來啦，龍。呢度出到啲hang out 喂。係嘅。誒，等陣係你拍個路甜是幾句？Pascal 甜是幾句？Pascal 來講我啫。我是羅家。哦，是羅家。別啦，我就我哋有其他拍過你甜啦。你是頭一擺來啊？我計後邊頭海外名，每名是頭外名。我是 from Clubhouse 嚟。哦，你讀 Clubhouse 嚟嘅。Clubhouse 羅家啦，羅家鏡。哦，羅家鏡。羅家鏡，你按照報道，你讀 Clubhouse，做咩事做 Clubhouse 走過嚟啫？你要看咩嘢事啊？都會看到跳舞啊！哦，大寶會呼接來哦。背呼。加做㗎嘛？哎，別使，就是好浪特別 incentive 嘛，嚟，即係 Google Hangout，I mean Google Meet。我試下 Hangout 冇呢幾年，我 still 講講 Google Hangout 個，我冇講 Google Plus 就好啊咯。Google Meet。แล้วโอ้สิรอจากเกียร์ล่ะฝากกันแถมสิรอจากเกียร์แล้วจิเคนสิแล้วก็จิเคนเหนียวเลยจิเคนเหนียวจิเหนียว依嚟貴啊，唔是 ？CD 嘅 CD 係三百齋是住嚟 CD。
我是 Clubhouse 看到拎帶入來。哦 ，Clubhouse 嗰條 link 嘅，你是得只 can。 Just curious 啊。哦，你是得嚟 CD 啊？一般是 Clubhouse CD 啊 CD 最近冇特登嚟聽。CD 咧，你畫面咧，你頭擺嚟做直播哦。小畫面。哦，嚟，บอก佢唱嘅時候啫。我係卡夾咯，但係俾人卡夾。看別啲呢邊唔知邊安怎好。哦，你 Clubhouse 上面 account？ 你 CD 不咯？哦 CD 啊，你 Clubhouse 小影是係咩？啷個聊咁先啊？啷？我係自己睇。我諗晒咩啊你？係咯，炸棒。你較好吹，你家己畫面，啊無伊人學你畫面真強，真吉利嘅。啊，成個福建幫話就是接咗一塊了誒。啊，你問成個福建幫。誒，你看即係有個轉嘅 set up 較好時啊，有個轉你拍開哦。有個轉。講到福建幫，即係阿總講咧。就係阿汪嘅國際幫裏邊有討論一個問題咯，你就一個人有幾個男炮？一個人努力男炮咯？唔對，你錯了。汪站喺國際幫裏邊有討論一個問題了，男炮是外口包掉嘅物件呢，一直喺度。哦，所以嚇，男炮裏邊有努力男血。哦，男炮是一包呢。我咁講，王講就正經嘅話題，咁之後咧，有時嚟叫做冇道理嘅人啊。嚇，伊可，伊就講譬如就，伊講我，你講冇能西咪有能力諗怕咯。我講中意是冇能西，你中意是冇能西。往時講到就正經嘅名言是，咁話冇能西我能力諗怕咯。我唔會中意數，如果我冇能西我能力打破啲烏嘛。你就搞。阿龍啊，你國際辦緊啊，講胡話咁冇道領度聊啦。是咯，咁你但係你禮機嚟啦，但係你禮機嚟。講翻別曬，佢喺北京就是。你說啊，肯定你台灣人走㗎了。啊，嚇到台灣人㗎了，走。哦，男怕是伊個 pouch， 伊個pouch scrotum， แล้ว伊個特別啷知我叫咩啊？啷知我叫咩？我唔知大陸來即我每句識嘅人冇人知嘅，我潮人講呢，所以我潮人講嘢咧，諗怕普吉諗怕啊，即係講嚟啊！啊，我叫幹當，幹當都唔知咩嘅。啊，我叫幹當就是 ，I don't know so。我唔知做乜事，我出來人叫幹當，等我看我冇來哦，我冇來 Clubhouse。咩嘛？哎，條命誒！伊講當時邊你看你成日近東啊，迄個啊河南名啊啦。哦。一百，你看你啊，即第個機講，伊河南名叫咩？近東啊，泡出來，近東 KANDUNG 啊。哦，近。可能哦，有可能哦，近東而家是這個字哦。哦，我叫近東。近東是你拋出嚟，有一個隻古仔中國隻興嘅咁樣學嘅地啊。哦，你頂面一道線，你落去 Q 嘅啊，Q 嘅條學新疆河嘅一個浪。咩學地？學地對，春地咯，春代。迄個新唐人嘅迄個新疆泡就是叫人拍。來，阿龍我白白加字先。福袋，哪怕叫春袋，冇相冇相。哦，迄個地，迄個地叫做近東，但係呢個文成嗰個伊叫近東，我咧阿 John 講，講佢哋啊，點解記到？我文成嗰樣點解？係了，阿 John 咧出嚟人講南怕叫近東，所以我猜有可能是因為馬來文裏邊近東就是一種嘅地，係咯，人哋廣東話講時講春袋咁叫嘅嘛，伊成個學地喺裏面叫叫嘛，咁裏邊喺啲地啲裏邊咧白條啊，伊形象啦。啊 ，OK， 啊，所以是嚇。唔是講學地是南怕啦嘛，已經就係已經擺你是講，哎呀，呢個到底係都曬南怕啲嘅。你咪幫我南怕。
伊個是啥啊？安迪無學紅包給你，安迪學你一個人。哇！你旁拍只凳哦，後面就是只哲學啊。個十年後嗬，咁樣叫林拍戲。意思你 trick or trick 緊啊 ，trick or trick， 伊林拍裏邊啲咧就係磨藤嘅。伊就強起發曳嗱，林拍下咯。強起發曳，林拍曳嚟。哎呀，咱等你嗬，每日有成日做啲新嘅物件出嚟。呢個毛毛菇蝦而家。哎喲，毛毛菇 OK 啦，講句個時候成講成冇積啊，毛毛菇，你講嚇，我蝦兒咩？我怎麼看到啲廚具在哇？有得嗎？但係因為佢係吞嚟掉，因為吞嚟掉唔係啊。毛毛菇，有幾個數俾你講。毛毛菇嚟講，何時冷奶先啦，何時冷奶先。哦，毛毛菇常講成 ，OK。誒，咁你所在冇咩想嘅？你所在冇咩想嘅？你住咩所在？啊，你後尾，我冇咩看到呢間房間，即係房間。哇！特別冚開嘅時候，佢哋特別冚開嘅時候。我都朋友咩？係啦。你大班是唔是？係啦，你大班。哦，OK。我看，哇！你看已經喺度學你學家學未下，學你學未下，冇阿妹。哦，阿妹。特別見下，咱已經在邊咧學嘅人已經在啊。OK，嚟。我真係緊張啊！因為我等陣有物件愛問啊，個物件愛 share。OK，嚟，唔係冇啦。但咱學咁配，唔是學你莫佢長講成，無咱了去十啦同正嘅。OK，莫佢長嚟，請你頭一擺嚟參加王講幾個數嘛？這是maybe 阿龍咪介紹下，按照伊朋友會拖得來嘛？平常時我是妹嘛。你按照聽就邊咧學嘅。我講過伊個故事本呢，我哋等喺節目裏邊，我將伊個故事，我是第三者啦，我聽咧個故事，我甲人分享佢，甲人講試過。咩前線嚟㗎？我係對，伊是我一個真好嘅朋友嚟，啲邊咧，伊是邊咧嘅人，特別伊同伊是大啲德國嘅。啊，了你就阿媽德國普吉架撈。我看到即係 camera 架撈我個邋遢，即係直接普吉架撈。有個準 OK 嚟拍，等陣我俾每看聲咯，你其實聽到邊啲學見？你是每條我學？對，我去唱。Ellen 定擺真正古字定到白講句啊嘛。伊唔擺我回來啦。哦。了，伊叫我起來講伊無好嘅物件嘛。哦，我冇 invite 佢咯咩？是臭佬，我冇 invite 佢咯咩？就冇咩？唔知喎，你捌同我講過邊啲 pack 嘅物件啊？對，我估甲你講我啲車裏面佢辦好你聽過，我介紹你，特別都是即幾禮拜裏邊都個 start 正聽咱嘅節目嘅，對唔對？冇啦，你之前你都冇 send 我 link 嘛，所以我聽了嘛成耳邊風啊，你看咯。未記起咯，特別你入嚟 Clubhouse 佢啊，你就常聽啊嘛。哦。不是啦，我這禮拜因為我嘅 leave 嘅數嘛，所以我嘛多聽咯。就應下。OK 嚟，了阿龍介紹你啦，感謝阿龍。了你到底邊樣是到一格嘅？到一區啦。我規粒刀半百半過啊咯。頂擺我係德國嘅 ex-husband 嗬，伊甲我講個咪就安怎特對來你厝多無相有影。邊年愛倫搬家去巴特沃斯個搬到對來邊年安尼款呢就我厝內會人個了是安尼款呢，所以安尼款咯。我是大 Georgetown 劍湖邊迄邊出世嘅。哦。แล้ว搬去巴彦巴魯搬去巴亞特邦啊，我就搬去 KL， 我搬去 KL แล้ว就去 Australia ก็在西班牙搬。你是客人嘅嗬？你是唔是客人？客人。佢是嘅做客。只是嘅搬出嘅是客人嘅。是做客。係啊，做客。冇啦，我是福建人嘅啦。
哦，誒睇了因為福建冇咪好啦，因為我嘛是客人嘛，แล้ว是哦，你嘛見半處處。我唔知就是因為弟弟感覺家己福建話無好，因為腔是100%變兩個腔嘅時候，特別因為規矩教我講我福建話無咪好啊，我無明白伊樣嘅邏輯之類嘅。哦。因為我姨啊，本是福建腔本嚟就。แล้ว你就會就冇驚我講係咪用？講咩？我新伊到這邊德國啦，去迄個用 China 正中國人教中文的嘛。แล้ว我新伊去啊，伊無咪 interest 就了，真正無事㗎。แล้ว我問伊做咩事咧？伊講伊都聽無明白嘛。แล้ว伊是要講伊要講做咩事，樣無講正確的中文。แล้ว伊甲講。他們都沒有講真正的中文。一出世就是變兩個腔嘅就。對伊嚟講啊，我講嘅嗰是準嘅，正確嘅就。明白。係我福建腔嘅。對。你嚟請問者，你會講得一句告訴，意思是只謝啊龍？應該是。冇啦，我想俾妹男細聲喎。嚇，妹，使？伊會看到嘅呀，你會看到嘅呀。我別講嘅喎，冇讀到嘅喎。我想問到啦，因為嗬，我講緊大 apartment 啊，我講緊我家己一人大呢，你知有？我還未搬入來時啦，แล้ว我帶我兩個朋友咯，我迄兩個朋友嗬。樣本是有可能身軀較輕淡薄嘅啦，樣會 feel 到安尼款嘅物件嘛。所以我採樣來我 apartment 嘅時，迄陣時也未搬入來着。then 了樣行入來我了，看到我嘅 kitchen 甲我嘅 sleeping room 嗬，伊講哇，介貴呢，看我介歡喜呢。了一個行入我廳，甲我嘅查某囝較細間嘅房間啦，樣點你知有。所以了 after that。我隨人起嚟看呢嘛，所以人在講我大到咯嘛，所以 after that 就走咯，我每樣安怎我 apartment 安怎下，แล้ว人老緊，個冇咪好意思甲我講咯，一個是個人啦，伊隻就是印度嘅人，แล้ว另外一個是日本人咯，是講伊大外國真濟年嘅啦，แล้ว人就講我入去你聽，甲囡仔會聽，囡仔嘅房間。感覺到無蝦米，無咪爽，所以了我搬入來幾廿年啊嘛。Actually 我聽個我囡仔房間，我是不去，我是 storeroom 呢，我知哦。所以了舊年during lockdown 嘅時候，了我嘛 OK 咯，翹好勢啊了我本正困嘅 sleeping room 嗬，我換去聽，因為我隔壁。搬來一個 neighbor 嗬，伊真正亂咗就，伊直直看電視機，搬尾本看電視機，所以我未困嘛，所以我換我困嘅房間去聽位。了我囡仔嘅房間嘅特別通過聽位入去嘅咯，所以唔知咯，我是感覺到我唔知有物件還是無物件，我是無 experience 到蝦米物件啦。แล้ว是講我係運甲無呢好巧喎。哦。แล้ว我這邊就被帶西貢嚟看個是蝦米啦。你叫隨細馬啦，嚟 clubhouse 隨細馬。你隨佢exorcist。แล้ว我冇想每看咁細，伊唔知會 feel 到個是會看到蝦米物件無。你運無好是蝦米無好？你覺得你運無好是蝦米？唔知啦，成 overall 嘅力個無安尼好起咯。Ever since 我 occupy 啲房間安尼看咯。你山房啊，你換色個感覺無安尼好。係咪聲嚟？我聽係咪聲？頭頂你有聲嚇。頭頂，我冇講話。你會叫你頭頂？我冇講話，唔是我聲啦，我聽到揾。I think 你是成個人。頭頂嘅是頭頂，哎呀我唔知。頭頂啊，等嘅先生，頭頂啊。後屌，sorry。OK。頭頭你講，你會南西話？特別你困聽咩？你話你困聽？嚇，我聽我今日來做困房去咯。
因為我 neighbor 真亂嘅，所以我別管。哦，伊唔是管聽啦，伊是講過，讓聽成個房間嘅款呢，本是一間嘅款呢，成一間嘅本是成個一個房間嘅款呢，德國嘅樣嘅地方嘅款呢。啊，對。我唔是開擴寬呐。啊，伊唔是開擴寬，開每看就擴寬，所以伊聽就是一間房間來嘅。嚇，是咯。然後伊迄個我 apartment 真奇怪啦，我入嚟嗬。倒手是在間啦，แล้ว正手就是廳咯，แล้ว個行落去嘅就是倒手是 kitchen，แล้ว正手是困嘅房間，แล้ว我見那嘅房間嗬 ，actually 是接甲去 neighbor 嘅 unit A 咗。哦。嚇，แล้ว迄邊唔知咯，แล้ว是講有一道嗬，我對那時啦，我運無咪好嘛，แล้ว正起哄你看到就，แล้ว我去迄間房間嘅位，我講咯。不要緊，你按照做我唔要緊。我運無好，下面物件無好，不要緊，我 continue to pray 好你知喲。然後有做物件較順去淡薄咯。你都無拍碎半，你就安尼看到你就接受咯。唔知我是講準備落買半啦，是都覺得你運無好。特別我唔是講食無好，淡薄呢。嚇。淡薄無好啊！嚇，淡薄呢咯。唔是成個賀年呢，無好啦。拍水倒落去，買半都買梅你這樣啦。哦，你看啦。嚇，都冇拍水半。你真係冇講到呢個 toilet 嘅 corridor 咧。係咪物件？嚇。嗱，講到呢個 toilet 嘅 corridor。這是蘑菇。係咪物件？蘑菇講 toilet 嘅 corridor， 啲 toilet 嘅 corridor。蘑菇都有顯者哦，頭先。顯者啦。都有顯咯，都有顯者哦。顯者啦。哦，是啊啦。喂 toilet 嘅 corridor 啊。when 伊講去，係咪物件 when 伊講行甲去，伊講掉 from 廳去伊查甫囝嘅房間都有顯者。冇我個 focus introduction 加伊new bedroom 呢邊。OK， 嚟，講話，嚟講話，有時我看到你拎，我看到蘑菇嘅拎，嚟，蘑菇講，冇就是伊講到呢邊時話同埋零隻啦。但我唔知呀啦，有淡薄顯者。嚇！要攏做乜嘅驚？同埋頭無驚頭。你有時我唔知伊講 corridor toilet，我唔知，特別伊講 from 廳誒查甫囝房間。係咪 corridor toilet？係咪 toilet corridor？呢邊講顯。攞妹？呢邊我係拿三晒咯，吉三把多顯。哦，我看到是video三把照片。冇啦，我冇 video，我 video 嘅時多。冇蘑菇 video。哦，依 video 啊。蘑菇你是感覺特別？好啦，Bibo。你是講你是？安尼好料咩？你是講伊 describe 伊厝無相位時，你學喊零隻。零隻零隻，了淡薄顯隻。感覺就是唔知咧 ，not sure 啦。你看你 corridor 邊去 towards toilet 設施。towards toilet corridor 下邊係咩嘅？哦，迄邊啊？是咩？你lighting安怎？你 lighting安怎？嘛安尼看咯，我一個行入來 hallway，嘛是一排燈安尼看咯，了我 corridor 我。假如你電話是 bedroom face to face 下。嚇 face 喂 toilet 加廳誒 room 是 face to face，講緊喂迄個廳是喂 sleeping room 咯。哦 ，OK 啦，好啦，冇事啦，咩冇事。我哋想話每一是拍水半，無拍水半就係啦。哦，同我插。你沒有水半就咪去插啦。講緊嗬，我有吹到行間，我有拍水半本誒，所以你使講咯。你有時是要看他們物件事啊，不然別人學緊個告訴講。OK， 來講。我是無講看到啦，是伊講伊，when 伊講伊房間安怎，
佢家一筆伊講甲阿妹查甫囝旁經，我顯者咯，我規身軀我頭就是一個想互人擼着一個咯。哎呦，你看啊，是有時我攞嚟朋友嗬，人會 feel 到嘅啦，人本是講起一間房間咯。然後我查某囝無面愛過來困嘅。你查某囝無面愛過來聽困，還是無面愛過去迄一間房無啦，困？伊家己房間迄一間細間嘅房咯，講緊我困嘅廳嗬是，that means 伊嘅房間嗬，我查某囝嘅房間都要通過我講緊困嘅房間入嘅咋。So actually 我困喺我迄一間房間嘅，你知哦。So 我困喺廳嘅位。Actually，伊聽到聲甲 Alan 講嘅咯，是一間房啊！你看咯，我 switch 我嘅 working room to 來我頂擺困嘅房間。So，but OK 啦，so far，我甲伊講我 live in harmony 咯，伊無做我本無做伊，無安怎本啦。是講你是講你頂到嘅時，到底你家己房間困嘅時度運較好，特別出來聽困了運無安尼好去，特別你嘅朋友甲你講感覺有物件是你查某囝嘅房間。查某囝間房間甲聽，人講入去也無啥物爽人。聽本啊，伊有講到聽本啊，就是當劍擼嘅房間咯，擼嘅房間接你查某囝嘅房間迄條路，你就通去迄個聽了解接到你查某嘅房嘅對。對。伊查某無甲伊白白大嘅，是哦。是咯。對，所以伊是有緣來媽媽嘅厝嘅時，伊無咩愛大家己，無咩愛困喺一間房間本啊，對唔對？所以無常常來嘅。伊本是有困伊房間本嘅，然後特往時在伊房間看戲安尼看咯。然後我愛看戲呢，我就去迄一間房間。然後我講緊吼，我特日啦，我有時間，唔是講特日啦，我有時間啦，我都坐佇迄一間房間吼念經哦。我甲伊講啥物就，我念互你經，你對調迄個物件去，你無應該在這邊。你個搞就咯。等陣林世潮啊，林世講面你免做迄物件啦，別使啦，念經是你做嘅不嚟啦。無啦，我本是愛念本嘅迄個物件。你是安心啦，你家己安心啦。特別唔是念學伊啦，你咪念學伊免講做我對好多秘密。係咯，是唔是啊？無估是唔是？唔是你做嘅。咪去笑伊，咪去笑伊，你念學家己好啊。你看啦，無啦，我本是愛念經本嘅嘛，所以我咪一頭念開聽。即係唔係 intention 唔係講。你當嘅是啲倒嚟，你當嘅是啲廳裏邊。我當見啊，我當見到我經 room 我頂擺我困嘅房間。當見邊做廳嘢咯時候。actually 我是無廳啦，我只是 working room 咯 ，working room。你看咯。OK， so 頭一條問家己念學家己好啊，問佢想講咩念學伊。第二條那是你了咪去GI 呢這老師講。免弟弟去想，伊是有啲，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你免弟弟去想伊嘅存在。你做這件嘢，即係學伊嘅，即係學你嘅，即係咪免？係咯。OK。leave it alone 啊，是講。leave it alone 啊。呢個唔係走路嘛。然後伊是正嘅是蝦米呢？有嘛知？冇誒。你講有半嘅嘛？林世有冇講過有半嘅？唔知我講咩錯啊？我冇覺得要係咪含糊啊？你睇啊！是啊，我本時感覺到無蝦米含糊數，但係又唔見咯。數你兩邊插伊咯。你毛菇垃圾無含糊哦，我覺得冇。冇白影嚟。白無含糊嘅物件，所以免大志去真正啥。伊有啲啦，แล้ว我把你做下咩好路啦，免伊就是伊會走嘅，免插伊啦。你都冇吸引伊啦。你唔是下伊嘅地方。冇嘛，激成伊嘛，伊是
伊是多这边无人 pray 互伊啊，伊会去别个位，所以我嘛激成伊哦，讲不要紧啊，我 pray 互你咯。誒，咱未使，做咩事？咱都被 avoid 你下，咱使解釋啫。神婆神公，做咩事？咱伊就唔是蝦米人是做即個，I mean 伊唔是蝦米啊？西江，西江啦，嗰時咪啦。所以咱別成成個講，我為咗要好事，我去念佢伊，你看。唔係。哦。你唔知伊。你哦。你唔知嘢啲，所以你別使講清清彩彩，要去叫人去念地，請人去念地。你講啊，可那是講伊成伊念學伊啊。變咗會害到對伊嘅，嚟可能數啊。唔講你阿莫龜嚟咧，是唔是？我念阿莫經嗎？你個數係可能伊是鄧人龜咧。伊是 Rosary 啊，你念。你是，但係就是講伊，你別使，你唔係講成個去念經學伊是，因為人嘅基本性經驗唔夠啦，唔就係講伊係只係你 spirit 到底是係咪地嚟？有可能伊做你感覺到成講，這是一個查某囡仔，但係邊下邊你看到冇，特別有可能伊唔是，伊是互你感覺到看到你形來顯露呢。伊本唔是互你看，伊無小心互你看到呢。有陣時阮，我無看到啦，我看袂到誒，我是會知到，甲會有，但是不是會聽到安尼款誒，我看袂到。你聽到咩聲？你都無講啊？咁樣講聽到咩聲？OK， 即個是我頂擺嘅 apartment 啊，未搬入來一間嘅咯。迄一個 apartment 啊，我嘅查某囝有幾若個 experience 咯。我查某囝真正細漢嘅時啦，伊無蝦米會曉講話時，一定無夠一歲，甲是一歲甲嘅事。等了，伊就住伊家己嘅房間那啲困咯。แล้วว่าตัว kitchen เนี่ย唔知洗物件甲洗物，แล้ว無條啲好，แล้ว咪走入去房間哦，แล้ว迄陣時伊都無咪曉講話掉嘛，แล้ว伊講為什麼會有烏鴉在我的面前的？因為彈那砍掉梅砍掉你知哦，伊搞甲堅節啦，伊 still 梅我想嘅物件做蝦米事，迄一隻蚵仔安怎飛入來？因為通那砍每砍了，伊講背佇伊面頭前，伊是停掉了是叮當安尼款啦，蚵仔來啦。了，but 我每位 ex husband 啊，我 ex husband 樣德國人啊，講樣囡仔有看到這蚵仔啦是好嘅事來喎。所以我唔知啦，我未曉嘛。了，我查某囝安尼款問我，所以了我嘛甲伊講。哎呀，無物件，了我講，了我入來了，伊個 still 有啲啊，了伊講，你這開門呢，伊就變無去咯，迄一隻蚵仔，伊就唔是伊正細漢了，袂曉講話着，無咪曉講話着，但伊會曉甲你 describe 講甲正清楚安尼款你知哦。所以伊搞甲堅持，伊 still 袂話着，迄一隻物件安怎飛入來。แล้ว伊對伊來講啊，是真正清楚迄個物件，在伊面頭前安尼款。就是比阿妹搬咗來一間厝時啦，頂到是較細漢時。迄即個是我 last apartment 啊，我甲我 ex husband 甲我查某囝白白住迄一間 apartment 咯。我講緊我是家己一人住嘛。即個故事我有講過嘅。未看過。你去檢一個弟弟個，你去檢一個弟弟個。咩啊？迄一隻蚵仔偌大隻？真大隻咯，伊講。偌大隻，你甲我講嘅點先？你甲我講嘅點先？迄隻蚵仔成個人咁大隻嘅。Holy shit！你就成個 Batman 咯，你意思是講成個 Batman 咁騎掉，後來又蝕。哦喲！所以伊是成個人咁大隻嘅，所以伊媽媽一開門爾，迄物件無佇去啊，所以伊看到伊媽嘅時啊，房間關起來啊，都無去啊，迄個物件。我冇講什麼。迄個點聲，伊甲我講嘅點聲，迄點聲伊甲我講嘅點聲是真正哇，迄個事實嘅點聲，所以伊個會記得清楚個，幾多年前嘅。Hello，伊講伊又真係年前咧，伊唔知2歲嗰時幾歲？攞經攞清攞年前，到10年前嘅，阿個10年前嘅，你甲我講10年前嘅。講緊13歲啊嘛，所以伊迄陣時捌你甲1歲，甲是1歲甲幾年嘛。
係咯，你甲我講嘅陣時就清楚嘅，你講伊是徛佇伊邊前頭前，無你走我甲你講，迄一隻蚵仔徛佇迄邊前頭前，係了，伊是真大隻嘅，伊講成個人安尼大隻嘅，你甲我講。我袂記啊咯，我今日我會記，我今日會記蚵仔爾咯，我對。你講伊本唔是伊個蚵仔咩？伊講是隻蚵食嘅蕉嘛是哦。伊有講蚵仔，伊講是隻蕉。你 picture 掉。蚵食嘅就對啊啦。蚵食嘅一隻蕉嚟，成個人安尼大隻嘅咗，所以你 imagine 講是一個人穿咗蚵仔嘅衫，徛佇頭前咗。我一個字面就冇啊，伊講。對，咱人定時頭咱有講過，講伊是唔是講？邊人有一種嘅講法，講囡仔看到係咪招母啊？我係咪招母啊？係咪叫咩招母咧嚇？個囡仔㗎嘛。個囡仔係你隻招。所以有可能德國人講啊，迄一隻物件好就是看到是好，有可能是好嘅咯。特別囡仔看到囡仔就赤驚嘛。哦。我對佢嘅故事咯。對，迄個故事就是我講出來嘅咯嚇。對。我俾，咱哋話就要加即個江湖鏡，每江湖鏡講下。迄個叫咩啊？我朋友叫咩名啊？無幾層都休息者嚇。嚇，休息者。江湖鏡。是唔是江湖鏡啊？走去一下，哎呀，又冇啊，嗰個地個，江湖鏡嗰個地哦，嗱你講時，誒，我而家冇地過年啊，江湖鏡 ，OK，冇可注意啦，因為我冇影走一念注意啊，是冇，你咪掉就 ，OK，baby，OK，嚟，阿這裡咧，豆嘅，唔是阿龍，唔是阿曉。即係蘑菇。哦，OK，來嚇，來，你都冇效應。我到時經有上經啊，攰嘢輕見啦，係嘛？哦，你學揾看效應喎，你 screen share。根據我咪開我即係camera，because 我見我係 line lag 嘅數。哦，OK。OK，我當然愛 share 物件呢個是。it actually 是 okay to cut the story short 是安尼款嘅。due to 我冇咪 I share the personal reason why 我會暫時大了迄間厝啦嚇 ，which is 本時啲我當然大了嘅位嘅，特別我 last 2 months 還是 last month 安尼講我有 join 路蘭嘛，特別我唔知你感覺到係我有 join，特別我真係有。我知，我唔係，我只誒我講阿 John 走啦，係啊，我 join 一直講阿 John，你冇咪 chime in，但係你就直接講嘛。對，because of 這個 reason，就是我同佢 I share 面，所以哦，伊是安尼款嘅，one last 2 months，that means 是 middle of November 到個 end of last year December 啦。我有大這個 unit 本是啲這個我當佢大了位咗啲tân用嘅咯。嚇，乜都對嚇，所以我 due to some reason 呢，我有搬去這間 for a short term 大隻。嚇，so OK，依 story 就是安尼款，依這間處理哦，伊嘅 owner 兩人我捌嘅，有真好嘅。了，我就甲伊講 ，OK， 我暫時喺大一邊，佢咧伊講 OK 會使。then 我就搬咗去大，暫時大隻咯。so 我學到一個 scenario， 即間厝嚇是安怎款嘅啦。伊內面真正 cozy， 伊真正我對我來講真正 home 嘅 feel。伊蝦米甲了物件，佢咧有。啲去厝內邊，你愛蝦米 ，I mean 厝嘅物件啦，你愛蝦米，伊有蝦米嘅了。了，我就搬咗去，我 just 搬我嘅衫呢，然後我就去大。特別呢哦，我大這個 unit 啦嚇，規個 floor 哦，規個 floor 冇人大，我一人大呢。哦，你幾樓？咪講好啦。OK。OK，
that means example 係是講一隻樓有8件 unit 啦，隔了是空嘅。哦，我一人住嘅。啊 So okay，so 頭咧我冇 feel anything because 我去即間厝嘅時是 daytime 嘛，就到 daytime 我去嘛。So 去嘅時哦，第二道我有半暝接厝嘅時，我有一個 friend help 我。Then 我係一個 friend help 我嘅哦，伊講哇，即間 unit 水哦，伊講伊裏邊嘅物件，咁了梗係 complete 呢。我講no，我講梗係 lucky 呢。for short term，本係除掉安尼水嘅位 ，OK 咯。Then 哦，都加即個 owner，佢講我 OK 啊嘛。過了2日嘅，我係一個 friend 嘅，我對伊食 dinner 啦。然後我這 friend 甲我講，伊講我有一項物件愛甲你講，特別我唔知安怎甲你講，伊講我心解亂嘅。然後我講，啥物物件你講啦，你 direct 講免緊嘅。伊講我唔知講嘅哦，你會起哄我啦。我講免緊，你講嘅，你 just direct 講嘅。伊講 is regarding 你間厝嘅。我講嚇，我講我 already 可能累 everything， 我 already deposit 嘅，你當金都係甲我講，咪你買考啊㗎。伊講。冇物件。伊講我 just 有一個 dream 呢。伊講，我個 friend 甲我講嘅，伊講我有一個 dream 嘅哦。喺迄個 dream 內面，伊講伊有聽到一個人嘅聲嘅哦，甲伊講嘅哦，叫 Alex 買家一間厝。哦。That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happened 啦。then 我甲伊講，我講你。yang 我講哇，點啊？我講，然後我講你人去這邊 commit 了哦，咁了了哦，我累本學了哦，當今教我講，然後伊講無事啦 ，maybe 是我家己想小姐啦 ，OK 咯，我本 assume 講你是想小姐，然後我本交接迄間厝大咯，then OK，我一下搬接這厝哦 ，the next day 呢我看病。然後我係人嘅真突出啦嚇，我真少看病。especially 上迄個 fever 那款物件哦。The last time fever 就是即個拍迄個AZ 嘅針。你 side effect 呢嚇。Before that actually 我家己唔記記啊。When was the last time 我有看病？我唔記記啊。你就係罕看病人啊。3 years or 4 years 前安尼款啦 ，which 我未記啊。特別我搬呢間厝哦 ，the second night 我住喺間厝呢，我是頭 fever 啦。了我就嘅 MC 咯。OK， 所以我這邊落去呢哦，佢了有 story 咋。我就嘅 MC 啊，我就真奇怪，嚇做咩事我這搬？我想我家己就 rest 過頭 ，so that's why 我就 fever。OK，so 我叫 fever， 我咪去找 doctor 嘅 MC 嘛。我嘅 MC 啊，the next few weeks 啦，我 supposed to 飛落 KL for meeting 嘅。And then 我落 KL meeting 時，我去我嘅 HQ 嘛 meeting 嘛。Then 我嘅 HR 等住我嘅我嘅即個MC 係嚟 sleep 嘛 from doctor 嘅。OK，so what happened was。我係即個 MC 嘅 sleep 嘅，我都家己講，我袂使噴起這 sleep，因為我噴起這 sleep，我落去我等住可能算少嘅。伊等住講，哎呦，判斷咩？easy 咯 ，that's why 咪袂記咯。我講我買嗰款物件，所以呢條 MC 哦，我明真正 sure 我下接我係做工嘅白，但我下我個會記我下了得落嚟咋，我自己好好我下啲嚟邊，所以我落到 KL 嘅時候，啷猜看 what happened？噴嘅，對，迄個 sleep 無佇內邊。我吹我規白，我頭夾我物件甲撩出來哦。我吹迄條我 MC 哦，我吹無。但明是我下接嘅，我下接迄個 MCD 迄個 sleep 無去啦。伊我本毋是細細條，是塊大條，成個 half of A4 嘅紙嘅 size。然後我折起來啊，係無去啊。OK，明緊，無去我就真奇怪嘅。我對來啊，我本 continue 吹咯，吹幾間厝，我吹無迄條 MC。OK， 這個是 first incident 咯。特別呢我 as long as 我住了迄間厝啦，我冇垃圾。
我會困，我會食，咁了 OK。特別哦，迄間厝嘅哦，我 constantly 有，我會 mind alert 了嘅 ，number one。我會 mind alert，係咪數 alert？我會 feel 到啥？我唔知是我 maybe 你會使講 maybe 我無關係咪啦，我 constantly feel 到啥有人看了我。佢哋 feeling 啥 ？OK，number one 是我 constantly feel 到有一人看了我。number one。number two 就是你哦，我住迄間厝安尼久啦，就我住迄間厝安尼久啊，我同你講啊，迄間厝啊 ，every night 我困嘅時候，我唔敢規間厝嘅可以冚嘅咯。所以你把大伯為本上一個暗都那邊特別一間，你就感覺到成個冇咩安呐，你心冇咩安字。我本唔知係咪事，因為按照佢哋講啊，我偷搬即我係即個 original 嘅 house 啊，我家住位哦，我 by the second or third night 啦，我關係嘢啦，所以我會使講規間厝冚咁暗嘅哦，我 just 講就困嘅啦，特別呢間厝哦，我住 the full month 啦，你 imagine 從規個 full month 了，我唔敢冚開困，我唔敢數，係得我房間我等咗就開了一拍四開，還是伊個 kitchen 咧，我等咗愛開了開 ，then 我冚我嘅 bedroom 嘅門，我甲困。我安怎問好？我等咗就愛淡薄關啲迄間厝，我唔知咩事。OK， 這個是第三個哦，第三個 point 咯。第四個 point 就是你哦。OK，whenever 我 sometimes 我會小 tired 啦，我會聽位困去，佇我嘅 couch 位。OK。奇怪物件就是蝦米咧？whenever 我困伫迄個 couch 位哦，我嘅頭就愛向了迄個 walkway 尋迄個 kitchen。我唔知蝦米事。If 我嘅頭向the opposite way，that means 你 imagine 講我嘅頭啊，if 向了迄個 that means kitchen 啊 ，second room 啊，迄物件嗰時我後尾啦。that means couch 我會使困路邊嘅嘛，我會使後尾嘛。If 我嘅頭向了內面厝咯 ，that means 向了那 everything 哦。我未困久嘅，我困一下 maybe 5-10 minutes。就車嘅。我就愛 switch my position，變到講。算來算去，本是算到對頭殼曉咧，你房間。對，了我。So that 我會subconscious 甲講嘅，if 有 anything 我 immediately 開埋走。你看到所以是 always 成咧感覺是 always 到下一間厝是成 always 成個 on guard 嘅呢，你對佢成個 alert 掉佢有一項物件咧，我 realize 我住喺間厝啊，我變成 emo 去，蝦米事我會 feel 到講，蝦米事我呢 lonely 嘅，蝦米事我呢，我梗係 lonely 嘅，我梗係。蝦米事我見咩？我一人住了，這邊看嘢。你平時無呢？可能笑話，你好像搬起來邊咧就笑到你可能物件。對 ，then 佢有一項物件就是你外面嘅，甲了真正無順，真正無順去。伊物件啥啊？無 smooth 咯，了你嘅 mind constantly 真正亂咯，that means 你 mind 真濟物件想你真濟物件時候，你咪無 peace 到一個啦。until 我啱咩哦，我就講開迄個 meditation 嘅迄個 YouTube 啊，去講下，去。佢calm你頭腦來看。對，安尼看嘅物件咯。then OK，佢有 few things 就是你，我有一個 friend，one evening，伊講我過來你新嘅即個 temporary 位，伊講我買 dinner 過來。特別你講到做咩事？你暫時搬走？我講 personal reason 啦。OK。無方便。無方便講下 OK。Anyway， 我 move 到對我 move 到對我位。OK。So 我嘅 friend 呢哦，伊度過來我位，要食 dinner。食咗 dinner 哦 ，that night 我度甲伊出去咯。等我出去時啲外口嘅時候，我同問我講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place？ 因為我這 friend 甲講咩？伊講。伊個位咧是真 cozy， 真正伊真 cozy 咯。But 伊講我有一項物件，伊講你咪 feel offended 啦。伊講我無 feel 到一個 home 嘅 feeling。伊講你個位是真正 cozy， 伊講 very nice。伊講你個 couch 啊，你個 TV 個夠大粒啊，
伊講隔了哇，伊 sea view 個水啊，伊講特別哩，伊講安怎some，伊講我伊無講，伊 feel 無 comfortable，特別伊講 something 無伊講無啥厝無 home 啊。伊講無 home 嘅 feel，伊講我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伊講我袂曉安怎甲你解釋，特別伊講我無迄個，我無 feel 到一個 home 嘅 feel。OK，so 這個是 part of it。the last thing 啦哈 ，the last thing 就是你，我有一個 good friend，我捌滿20幾年咧，嗬，我捌一個 friend 20幾年，但係是囡仔捌到大漢嘅，因為我一個 friend 咧，伊有一幫嘅是，伊有對一個風水嘅師傅，真 famous 啦，對伊學物件啦，嗬，來我。伊捌伊個風水師傅嘅，所以伊有學 something 先一堆嚟 ，but then 伊無 practice 嘅，伊是學啊，because 伊袂使 practice，because 伊嘅迄個 element 啊，三人 Chinese， 迄個fire 係咪個啦？伊無學，伊無學做，所以伊袂使做嘅。so but anyway，as 所以伊有 knowledge，特別伊無 practice 啊，是講。對，伊會曉看，伊會曉算，特別你伊無。但係，人 friend 實際你問伊，伊會甲你講幾句，特別伊袂甲你，伊唔係甲你講這，伊 just 甲你講，較好是咪安尼，還是OK，這個袂歹嚇，伊安尼款爾。所以我這 friend 哦，有一日我就去 office 坐咯， then 我 just 講起我可以 share 嘅，我講我唔知做咩事，我住一間厝安尼款，了到尾伊就問我，伊講這間厝甲你家己嘅 unit 啦，伊講 how is the setting？ 我甲伊講是 the opposite，that means 房間terbalik咯 ，that means everything terbalik lah. That means why kitchen instead of the left is the right 咯。let's say room 是 on the right 嗰邊 left 咯，我甲伊講，伊聽，伊講你等陣啊，伊畫出來啦，伊講是唔是安尼款？因為我甲伊講是，我唔知係咪事啦。For whatever reason 哦，我係 friend，我啲 friend 真係少安尼款講話，伊真 positive 嘅人嘅。我伊會甲你講，哎呀，my worry 咧，這啦無事啦 ，soon will be better 嘛。他們伊打到安尼款講話，特別that was the first time 哦，伊甲我講一句呢，伊講，你會嚟講嘅哦，你半，喲，嚇，伊講你會嚟講你半，我嚇，伊講我講你咪嚇我啦，安尼解咩？特別伊嘅 the things which 伊算出來啦，伊講唔是蝦米物件，伊講我唔是嚇你，伊講 but 伊講即間厝啦，你大落去啦，伊講啦。你會破財，然後伊講你嘅 health 會無好，嚇，伊有甲我講啊。先我講是唔是 nothing 會介對，我有問伊啦。Usually 伊會甲我講哦，你 try 做一個咯，還是你 try 做迄個？另外，特別即道嘅，伊甲我講一句呢，真 simple 呢，伊講。我做你 friend 20幾年啦，伊講我咪看到你無好，所以我嘅 suggestion to 你不是咧，你盡量 no matter what， 你盡緊搬到轉去你家己unit。伊安尼款講 ，so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last time 我 log in 嘅時，我 still 啲間厝個。所以你唔係講咧啫。我唔知你嚇，that time 我 just 講幾句 ，then after that 我就講John 啊，我去嚇，我咪講啊。你是感覺到，還是人無爽，還是你感覺到你喺下邊在無面好事，你咪喺下邊講。that time 是我 almost 愛對嚟我家己厝咧， so during that time 呢，我是 just I join，but 我冇 feel 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 that house in that house。so that's why that time 我係安尼點咯。所以我同意我係 question 就是你，還是講男生聽到啦，所以每話講還是蘑菇嚇，攏有我甲人講嘅這物件是啦，攏有蝦米 opinion 呢，有蝦米意見呢？你有看到蝦米物件？我感覺到蝦米物件？一來就講，蘑菇還是男西？我 feel that 你定。有啊，伊 move 掉了啊，我都未聽到物件。你特別大到下邊嘅事，啊啦，應該定住時每到啲下邊嘅事都較刺激。
但我有一年想爱问南西咧，我有一年，because 我會記得，但我錄音嘅時南西本唔啲，我有一年愛想問嘢，特別啲哦，有啥有陣有陣物件叫你賣講，嚇，我想家己感覺到講，賣講，關於到你家己嘅厝嘅時，你家 share 一個 story，賣講過嚇，所以我就點，然後 as 就絕對怕字，嚇，就最怕字，就最怕字。剛剛有個轉呢，阿涵哦，有個轉，阿涵州，阿涵 already mute out，應該是有。啊，我冇聽到，我聽到好厲害，我直接注意聽歌數。聽到，我有聽到，我都冇聽到啊。OK， before 我 share 時就有了。哦，maybe 是。有個轉啊，我冇咁清楚。是有個。唔叫我 mute 嘅時候 mute 都成，我 mute。我冇清楚啦嚇 ，sorry。我 mute 一成，我 mute 一成。then 我咧一頭冇拍，一頭係啊。แล้วOK，但所以南西話咩感覺？我感覺伊迄間厝上啊，真啊濟人你看咯。一扎啊，聽無，南西講嘅 story repeat 啫，上個真濟人你看咯。啊。一扎啦，一扎濟人啲裏邊你看，你會 feel 到打字扎濟人哦。OK， 南西或者 share 嚿都知嚇，一直接觸係哦。after 伊嘅即係 couple 啦 ，after 伊人own 即間厝啦嚇。after that 咧，伊人就過去買嘅即間厝。OK， nearby 呢邊，所以即間厝嘛空嘅嘛，空嘅時候。伊人有 before MCO 嘅時啦，伊人有達到short term 稅互人 ，that means 有稅互迄個啥啊，你知啥啊？迄個伊人 Christian 嘅迄個叫做 missionary， 對嚇，啥 missionary 啊，那款啥大 short term maybe 2 months 啊 ，3 months 啊 ，1 month 啊，所以有無嚇。特別對我嚟講啦，我就是奇怪講，有安尼款嘅人，伊人 usually 大，伊人有啲厝 pray 啊，係咪嘅啦？伊厝應該就 OK 嘛。特別物件就是你我有 realize 間厝啦，就是你哦，你可以開較了啦，一間厝啦，你 still feel 到講，安怎個無夠貴嘅？哦呀，嚇，我有 feel 到 ，then 我嘅 neighbor， 我嘅當今嘅 neighbor 啦，when 我搬出來後，我有甲伊講這物件 ，then 伊就講，我這 neighbor 伊家減 sometimes 伊會 feel 到安尼款物件，所以我甲伊講，你愛啊，來咯，有一暝我有叫伊，我有開門咯，叫伊入來看，然後我就開了會，伊一入來呢，伊問講，伊講，你厝介暗呢？伊講，伊徛這呢，伊就行出去啊，伊講你厝介暗呢，嚇，伊未看啊。陰嚇，伊會開始even 開較了嘅哦，你會 feel 到講，安怎 still 無夠貴，伊無夠貴個，佫會貴嘅，特別無夠貴嚇，迄種嘅 feeling。Maybe 因為一站嘅時係咪是無人住咧？伊厝 before 你搬入伊嘅厝是放空 for 個年後個一年個價咯，一年個價。所以有見講嚟講係 even 有 missionary 大門表見咧 ，because 伊厝空掉嘅嚇無人住。哦，特別講到最是南西講感覺就隻扎哦，伊是扎，伊是係一隻鬼隻啊，隻鬼扎呢，還是人扎？人嘅氣，真濟無像人嘅氣。還是伊就是樣是換人嘅水厝人直直換。對啊，我 feel 到真濟人你看咯，迄間厝上架。所以你是感覺係個隻扎巴啲呢，扎呢感覺係。嚇！你是 feel 到三樓時安尼款，哎呦死我講！哎呦講！你是 feel 到啲樓時安尼款，還是近啊迄間 unit？哎呦死我講出來！你 imagine 哦，你啥南西你當 imagine 哦，當你啲 corridor，你 feel 到安尼款，還是你感覺到近啊接伊嘅 unit 安尼款？哦 ，unit 咯。哦，係一間嘅啦。間咯，嗯。哦，只雜啦，你 feel 到只雜啦。呢個可能是唔是上個阿龍上個阿龍困起一定？都垃圾是咪達到
堂口穿佢啊，你講呢？都困。我係 feel 到我 OK，我 when 我大了迄間厝嘅時咧，我 still 有 look forward 講我愛轉厝 rest，我有 feel 講哇，我緊緊愛轉厝啊，我緊緊愛轉厝，我轉到厝我愛長壓，我愛 rest，我愛困，我有迄個 feeling 講我愛緊緊轉到迄間厝，特別我就轉到迄間厝啊，我暗暝我會 feel 我真 lonely，然後我會 feel 到講真，sometimes 我會 feel 真 depressed，我會 feel 講啥人講穿大開啥。哎呀，係襯啊嚇！然後我物件，我 feel 到講，business wise 本身啊無講真順，安尼講做工本身啊，成啊有傾這邊有傾迄邊，安尼講咯啥，你會 feel 到講真 heavy 哦，真重嘅 feeling 安尼講咯。佢都唔是講佢閃閃搬入去迄間厝嘅嘛，係咪？而家都唔是佢閃閃搬入去，都是要正興 something 正興一個搬入去。哦，冇，我情形是 neutral 嘅，唔是好還是無好嘅物件，浪漫過去。Why I stay here for short term 嘅，唔是 because of 無好嘅事嘅。嚇 ，example 我學到 example 啦 ，it could be because of renovation 啦 ，it could be because of things like that，which 唔是無好嘅物件，so that's why 我奇怪。但係你唔是講成個心情無好咧，跟住去搬入去嘅，都是無話行嘅。แล้ว是講就正興之下，你特別去山搬出啫，所以你就。What is the personal problem but due to good reason not bad？ 因為是 personal problem，還是要是有代誌，唔是講有事。neutral，咱唔是講 good 還是 bad，我係使講是 neutral，但係是冇物件發生啊 ，OK 啊，成日講，even 我搬入一間厝，我 look forward 講，哇，我 finally 找到一間。安尼水嘅位落大，安尼款嘅，所以我搬入嘅時是真正 positive， 真 happy， 成日講，哇，一間厝爽哦，哇，伊 TV 安尼大粒嘅，我個調機器買嚟 Google Chrome 啊，去 connect 去看戲，你知啊？哇，我講哇，安尼大粒 TV，但係我 enjoy 下，迄種嘅 feeling 嘅，唔是。你大學邊度估啊？3個月，4個月。Actually，嚟到 the 6 weeks 年啦 ，when my friend 教我講。搬啦，買大啦，迄間厝嚇，我 immediately 搬。哦，嚇 ，within about 1 week，安尼講我 immediately 搬轉個機位啊。你念咩名哈？我 feel 到我講嘅 experience 嘅物件，甲你 experience 嘅物件像喎，我大一定喎。哦 shit， 這是 shit， 我咪就搬。你想後面感覺就像，你 feeling 像嚇，你看 feeling， 看 feeling 了會真 lonely，等了伊講嘅物件個了咯，了做物件無順咯，做你心情無好啊。我啲迄間厝係我係買無100，我係買唔是無 arrest 啊，我係買啥嘅講啥 alert 了啥講。你知有成日人有，但是人入去一個無識嘅位啊，了我人會，我係買 alert 啥，互我人會，是我人家己嘅 reflex。self defense and a kind of mechanism。對，啥講你會 feel 到講，get ready 啊嚇，迄種。特別呢，我困呢，我是真好困，啲邊 maybe 是我係人成日啦 ，maybe 我是賭啦，唔知啦。我困是真好困。無物件差亂，無蝦米，真好困。是講，有安尼款咯啥，你真 alert 咯啥，我甲你講，我困嘅 position 嚇，我就向了一邊做蝦米處理嚇 ，because 我愛看到我係surrounding嚇，呢種咧。我問即個莫幾長，你講你感覺就是像係一種嘅感覺啦，成講 feel lonely 係咪？特別你係一種嘅感覺咧，是把你搬出來聽到那個感覺到呢，還是接落來幫感覺到係咪？即個我無去注意咯。了成伊講吼，伊講做物件無順啊，等了看病安尼款嘅物件，所以我感覺到，哎呀，伊講伊 describe 物件，成甲我講緊有經驗嘅物件安尼款。特別你大喺邊度估啊？係一間厝，一間當然大。我2018年搬入來嘅，但我是舊年吼。我是舊年我甲扣好，我會聽甲迄個囡仔嘅房間。我之前咧，我是幫做 store room， 我無去 occupy 即兩個 room 嘅你知道。所以你是無感覺到下面啦，until你去山裡房了大漢兩間房嘅時間，
甲有感覺到冇事。嚇，個 feel 到聲冇安尼 good lucky，你知哦。แล้ว伊會使耍，伊會使搬到呢度啊 ？maybe 是成啊 ，maybe 合併特別，安怎我唔知喎，人講看。哎呦，搬嚟搬去，我冇力搬起嚟。你只搞搬厝嘛？你只搞搬厝嘛？你是特把海搬下去。你是我係厝內人搬厝，唔是我搬厝，所以我特對去邊領嗬，我特別去找我嘅厝，我唔知我係乜樣搬去到落去就。嚇，安尼款。所以唔知啦，不要緊啦，我是希望我會順找到別行工啊，嗬，我搬走咯。OK， 我會講物件啊，嗱唔使啊 ，actually 哦，我頭晚甲你講，I mean 嗱頭晚我 share 物件啊，other than 你講你 feel 你講迄厝嘅雜啊，迄種嘅 feeling 嘅哦，我真係 curious 嘅就是你有 feel 到啥啊？迄個厝 roughly 迄個厝嘅 structure 是安怎？你明白我講咁樣？when 我講我係 kitchen 嚟哦，我特別咩單調愛按了。你 feel 到 something？你簽住佢都明嘅，唔使困嘅，冇困，啲笑了。哦，我發到嘅腰呢啊，我 video 我按住物件，冇啲邊㗎，但是近可嘅話，近可講嘅話，我另類開㗎啦，是唔是用 LED light？笨到陣時嘅 LED 嘅 LED light 嗬，我講到講你放100趴開100趴落去嗬，嗰時看到真暗嘅咯，真哦。特別係用 LED 白貴嘅。阿咪數當今我家己厝啦，我個了本是 LED。上開喎嚇。我係 feel 到 if 我開個了啦，真係 bright 啦。伊買就槍，有誒咧買到半夜嗬，有影是白起嘅，倒去看到真暗嘅。哦，我是倒半夜，我是倒迄個 Mr. DIY 哦。DIY Mr. DIY 不好嘅啫。DIY 邊好嘅啫，我冇用 DIY 嘅，佢本邊算咧。嗱，你看伊是較貴嘅咩？就是講。Not really 嘅，伊貴是無相嘅，伊貴較啲咩無相嘅。伊 maybe color temperature 是人講。是咯 ，color temperature。你看到嘅厝貴，LED，Mr. DIY。因為伊佢嘅筆嘛，伊有嘅color 嘅type 嘛，你使揀到 those that cool color 啊，是 warm color 啊。白嘅就是較貴咯，daylight。冇嗰隻 mood not of the。冇菇。冇菇。冇你感覺點樣？伊個厝。冇你別啊，我頭邊嗰邊啊，別聽到。我家己 conclusion 就是是講成個 maybe 是成個 friend 嘅 perspective， 就是講 maybe 迄間厝嘅風水無安尼好，所以伊會 attract 到 negative energy 是安尼款嘅咯。迄個是我是感覺點樣都要聽我 professional。我 professional opinion 咧是感覺到伊厝幫康小姑啊，แล้ว有隻咧，你陰嘅所在，邊是無人大，無迄個人氣嘅所在嚇。你氣高是你一人喎，你一人往時伊會氣伊會縮，咁了你會迄個 positive energy 去。就是我昨頭我講嘅咯，就是 maybe 伊嘅 negative energy 迄邊真 strong，so。會做到類人更高啊！伊陰咯，伊所在陰咯，咧伊做咯咁了啊，成個感覺到無爽無順氣嚟款。maybe 有幾無幾人唔知啦，是講伊所在幫康掉，尤其是伊幾樓無人去，就係了幾樓嘅了。啊，容易困起啊！你一人多，係咯，阿龍。啊，不，我看得邊啊，我看得邊。什麼？你一人？嚇，如果一人啊？一人。大了，伊是你一人大，伊愛做路嘅吼，你早看到，你早聽到，你個無聽。特別伊做咩？伊物件碰見咯，有時物件碰見，所以做怪仔眼。伊目睭啊！嚇，怪仔眼。我有名一問。你講嘅 MC 嘅做不正確吼，你有找到無？無，我找規間厝 ，after 我對來，我真領無感覺，我真領起行，我找規間厝，因為我 even though 我真領 sure 講我下一位 back，
到 KL 時，我吹無嘅時候，我甲家己講，我對到已經厝，我單調愛特別屙出來，厝哈愛吹，車個了解出來，對，特別吹無，本是吹無，啊，嚇，哇，是咯，即係意思做路嘅咯，做路起行。就呢邊看到，做咩事？你冇叫 cell group 嚟唱歌 praise and worship 啫，貴佬。係咯，before the cell group 啊嘛，開 party。掉錯阿 John 去，錯阿 John 去。我就我見下邊嘅老狼嘅潮，都是大姑嘛，啊 temporary 呢？哎呀，OK，個轉個鬼告訴我啊，這裡呢啊，這裡莫鬼場。木鬼場嘅故事借我講物件俾妹掉。啊妹啊，你未人講，俾妹呢？我鬼會告訴不知個講好，我成冇啦，我被聽你講到對你個嘢咧派人嘅故事，係你我第一時候被聽嘅。係咪派人嘅故事？冇啦，我俾妹我知道啦，我啊到對住，最普及嘛。我知啦。呢邊夾唔到。OK。我俾妹nam細，我會知道嗬。到對起我頂擺我係查某囝嘅房間咯，講起一間房間有看到迄個學愛啦。伊老妹伊較大漢嘅時，愛頂3、4歲時啦哈，我有一暝困咯，有一暝困了嗬，無定啲網絡看。無特啲誒，安尼款踩起來了，上邊去班照了，就是班照啊，到對來了，就無 immediately 困嘛嗬。了我有聽到靜嘅聲啦，噔噔正清，真正 heavenly 安尼款嘅聲就知喲。了我想我家己一人聽到呢，迄個聲我袂曉 describe，因為無人會做到，人大啲這邊是聽袂到嘅聲，迄個。真嘅聲我袂曉 describe 得到啊！了倒嚟知我嘅查某囝，因為我迄個是蝦米聲來，我毋知伊本聽到本就知喲。了迄個聲吼，伊聲是大壁會出來安尼款嘅就，所以我俾妹看吼，迄陣發生安尼款嘅事啦，是我嘅厝嘅人絕對來看我咧。我唔知哦，這裡。因為迄個因為我都唔知你講迄個是蝦米聲嘛。伊聲甲靜嘅聲了，真正 soft， 真正 heavenly 安尼款。我會 feel 到啦，我會 feel 到，我感覺到聲是毋知是毋是我死去嘅 cousin 啊，伊邊我係嘛甲留着嘅，因為我係爸迄邊有10個brother sister， 所以我有個 cousin 是。個大漢過我係媽安尼款嘅就，所以細漢嘅時有過往嘅咧死去，然後迄陣嘅時我係爸本 already pass away 啊嘛，所以我唔知到底是伊個是我係爸對來看望嘅就 ，because 我 feel 到迄個聲吼，我袂曉 describe， 因為我唔捌聽過安尼款嘅聲，然後你會 feel 到吼，聲甲是規 group 嘅人，規 group 聲。成 music band 成人出山嘅時，迄個安尼款嘅佚佗music 嘅物件迄個 band 啊，伊唔是講伊是無 music， 伊是 just 靜爾啦，真正我袂曉講，真正 soft 了，真正我袂曉動本啊 ，just 聽到伊聲吼，我會 feel 到。聲甲是迄個有物件帶我嘅厝內人對來看望有知喲。了伊迄個聲是大壁圍出來咯，了個你查我冇聽到？哈，我查我冇聽到有知喲。我想我家己一人聽到呢，我都無幾長啊，我都唔敢講物件嘛。了加一下啊，老母因為我，你有聽到嗎？什麼聲音來的？你3、4歲了嘛？所以了我講哦。有咯，我講我有聽到，我袂 explain 嘅，因為大到我查某囝問我嘅物件，我袂曉 explain 嘅就。然後伊大檳榔啦，
OK， 我講今會使講幾個故事啊，因為男婿唔知是蝦米物件嘛，所以我聽到我家己本唔知本。So OK 簡單嘅啊，你迄個時間，你想到蝦樣？就是蝦米人啊？就是蝦樣啊？是啊。你 instinct 是你垃圾是迄個，你講嘅你講啦。哦。迄個時間是蝦樣就是蝦樣。你免問啊，你 feel 到蝦米人就是最啊。所以，只會 feel 到嘅。伊個聲是，真個你講我哋啲聲是唔是咁隻？你講隻尖就 high pitch 嘅聲係啊？冇聲個 bell 啊，拍正嘅聲嚟，我你聽到呢個聲？伊是真正 soft， 了伊個唔是安尼款嘅聲，我未曉 describe 到掉，人一個嘅呢聲啦，係哦。嚇，咪是 ringing 嘅，嘅呢聲，即係 high pitch 嘅聲。無，伊是聲個人拍正安尼款嘅聲，了是安尼款嘅聲，老實講。我不要講我吧，我無想甲這個，因為這個是我家己拍，人這邊會聽到迄個聲吼，我未曉 describe 到啊，我唔捌聽過安尼款嘅聲，唔捌聽過安尼款嘅正嘅聲，你知咯？所以我會 feel 到聲甲是有物件錯位出來，人對來看外人安尼看我安怎大，了嚇。But 特別一陣就是你有蝦米出來人。個性按幾點聲？有咯，聲是我爸咯。哦。爸啊，所以有可能是你爸爸迄陣是貴時無久爾。貴時你爸先來看到咯。哦，你看啊。我是不理解啦，但我唔知啦。你想啲蝦米人就是蝦米人啊？你是講男仔講時係講，我哋食就揾面。你講緊冇得冇數啊？你咪想到是你安尼 reason 啊，應該就是你 reason 咯。就是你是咪講是事啊？你聽到你 music 啦，你會感覺到講是其中一個 angel 出嚟出嚟人對嚟。你冇成講聽到伊正嘅聲，想到一隻 ice cream，就是講。想到隻 ice cream。我是冇 feel 到是家己一個人了，就我是 feel 到規堆嘅人嗬，帶我出來人對嚟，我唔知哦。咁應該是嘅咯。呢個時候就安尼可能一個先啊，無唔是想到是 just feel 到有會 feel 到成個but 佢唔是迄個款物件吧？但對人來講，人唔捌聽過安尼款物件，所以會 feel 到無幾長久嘅嘛。所以我想講，我家己一人聽到，對在我查某囝們聽到，所以問我蝦米物件來。了你知影啦，頂擺我 ex-husband 伊阿莫教我嘛，所以伊無相信安尼款物件嘛，伊甲講是我 neighbor 就，了我困迄個房間安尼久啊啦 ，neighbor 都唔捌有過安尼款嘅alarm clock 甲是蝦米貴嘛，咁有可能是 from neighbor 會傳過來，無可能嘛。了迄個聲，你會 feel 到吼是大啲你 room 內面大迄壁位安尼款出來啊，了佫再走去安尼款嘅走。特別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你聽到這個聲啦，你等個就安怎嘅 feeling？你等個就驚啊，是你等個就relief 或安怎？有感覺到加減無幾長啦 ，even though 我會 feel 到有物件錯位出來人對來看我人啦，是講我本會驚本嘛，因為我唔捌拄過安尼款物件，唔捌聽過安尼款物件，我平常時我是會避掉爾誒，了聽本是真少本啦，了看我是看唔到嘅啦。是講你無 sure 咧，我較好講你小心者。望好有誒物件會留着你誒。哦，你看啊。伊變別是講你無sure，我感覺你講較好小心。你講。變你家己厝誒人入邊，伊是毋是？是毋是？你意思你點講？哦，你看啊 ，because 因為迄個正吼是真正 heavenly， 正 positive 安尼款嘅聲數嘛。我是想講，哦 ，OK，maybe 是我出來人嘅是安怎咯，但我本有無幾長本啊，迄陣嘅事。我甲我是想講嘢正是唔是上加迄個就人迄個使講嘢，迄個真正嘅聲，叮叮叮叮叮叮叮咁樣嘅。你識你，上加識你 symbol 你好。
要晒啲書就係人當是會話你晒講啲嘢你正啊咯，其實唔是，你看你唔是西講嘅正啊。OK。你講迄個聲是唔是迄個聲音波哈？你種嘅聲？嚇，聲音波啊！你看你聲是講，我講叫我頭頭查個聲嘅聲。聲音寶嘅嘛，但伊迄一個聲，伊是聲甲聲音寶，但真正我袂曉 describe 就對啊。伊迄個聲音寶，哈，真正 soothing，了真正 soft，了真正 relax，真 heavenly，安尼款嘅聲，我袂曉 describe 就對，我毋捌聽過安尼款嘅聲。OK，我要。講頂擺 ，I think Alan 我唔知你捌甲人講過啊，袂about 我查某囝在檳城看到嘅。講過了而家。哦，你講過㗎了啊？特別我唔知，冇，迄個是真濟年前嘅事了，真正濟年前啊，特別清脆，由你清脆講出來，較有意思。因為我講嘅有可能唔對咧嗬。我會記啊，阿龍有 share 過。我查某囝。對，你講下聽過，你印象最重嘅是多一個故事咧？Actually 我是無家己 experience 啦，是我迄陣嘅時，我轉去時候，我是差唔多要倒轉來德國啊，我嘅媽甲我講嘅就，了發生嘅事啊，我無佇嘅就，是我嘅媽帶掉我查某囝咯，就有。So 我唔知嘅咯，是路尾我要差唔多迄一個 trip 要倒轉來德國啊吼，我媽甲我講了就，了我現甲緊帶我查某囝吼去看目睭哦，了帶伊去看目睭時吼，迄個會曉做嘅人啊，伊講我會使 help 你查某囝看目睭，是講if 我 help 伊看啊咧，伊 still 看會到咧，伊就是養眼安尼看了就。伊講你袂 change 嘅，so OK， 我媽伊是甲我講啦，我毋知做咩事無特地有一個 evening 吼，我坐條食物件時，伊無特地走來甲我講，迄陣時我差唔多愛轉來啊，伊甲我講頂日我帶蘇玲去加探毛啊，我姊去加探毛，所以了我媽甲我查某囝對調去哦，了我成時甲我朋友出去玩咯，了我媽帶我查某囝去加探毛嘅時候，我姊那啲加探毛嘛，所以咧我媽伊要去toilet為辦照，了伊toilet是大阿妹咯，是講伊阿妹內門開掉你知哦，所以我媽入toilet辦照嘅時候，伊嘛帶我查某囝入去本咯，因為伊驚講伊家己徛佇迄邊，驚較等人大阿妹妹會入來拍槍，就是掠掉伊安尼款嘛。所以我媽嘛叫伊你進來啦，咧伊講了一個入去啊吼，了我媽扮笑，因為講哎呦這邊很窄吼，了我查某囝就講是咯，很窄咯，有那個軟軟的手更窄啊。Yeah。佢學緊話就講學緊話嘅聊天 Mandarin，不明白。伊講我媽嘛講，哎呦，對咧真正窄咯，真正逼啊，真正細啊，真正細嘛。了因為讓攞看人入去嘛，我媽甲我查某囝入去迄一個對咧嘛，所以咧我媽嘛甲我查某囝講，哎呦，這個對咧真正細，真正窄吼，了我查某囝。伊就講是咯，真正窄，有迄個女嘅手佫較窄。呀！你差點叫你嘢。你幾歲你走啊？還是幾歲？迄陣時3、4歲咯。了我媽無甲我講就，落尾攰啊！我差唔多要轉來這邊啊咧，伊甲我講，了我嘛家己時我去問我查某囝咯，等陣你對伊去加頭毛時，你對阿妹妹。婆婆要去toilet嘅時，你看到蝦米物件？你講，我看到一隻貓仔喺厝邊咧，一直跳來跳去，你知喲？我問我媽，伊講伊看到有貓仔啊，你看到？我媽講無，迄邊都無貓無狗。
所以我是感觉着我查某囝吼，伊对戏时伊达到伊看着无相物件，伊本无，伊暂伊袂晓嘛3、4岁尔，啊顶伊看着伊本袂晓安尼看物件，然后就是迄一个 trip 本啦，阮坐伫车嘛，然后坐伫车我嘛换车，然后我查某囝伊诚是甲坐头前诶，所以我互伊坐头前，然后我住后尾位嘛拄久咯，拄久啊了，我姊住迄边吼。爱弯去伊 apartment 的位啊，迄边是甲暗本的就到，所以住迄边的时啦，我嘛换车换到一半嘛，了差不多爱到厝啊咯，阮困仔伫困掉着点掉，了我查某囝坐伫头前，咧伊都甲我婆，伊都甲我妈讲，伊讲，哎呀婆婆有一个哥哥爬进来，了我妈讲去哦，点咪讲话咯。了轉到厝，伊本無甲我講，我迄陣時食暗本啊，愛頂11點，愛12點安尼哦，半暝啊嘛，了伊都無甲我講，了落尾就是我愛差唔多要轉來時，我媽甲我講即幾個事咯，了我毋知啦，但我本身啦，我有一個哥啦，伊應該是大我一歲呢，伊是過身呢。所以我毋知吼，伊到甲講金是毋是 still 有對調我媽調位咋？所以我毋知啦。伊講有一個出事過後，伊出事過後了無去，嗰時伊未出事就無去啊。伊出事過後啊，吼一個月，準一個月了過身呢。哦，伊是比你姊個大，還是比你姊個細？啊，無比我姊個細，伊大我一歲。哦。嚇。你厝毋是有大波嘅咩？你有小弟嗰是哥啊？我有一個小弟，啊 ，OK。嚇，然後伊講有一個哥爬進來，講就我媽那啲我都要車，然後我媽咪冇幾層咯，因為伊個唔敢甲我講。誒，你同佢哋走啊？佢會看點嘅？I think 伊是無看到我啦，因為伊都無甲我講，伊個老爸大嘅數啊，伊個阿嬷大嘅數啊，伊同你無甲對人大啊嘛，伊個阿嬷大啊嘛。伊看到本是大邊領，然後德國這邊伊是無咩捌看到啦，是有看到有一道就是迄一個 trip， 我係爸過身嘅時候，然後我去kindergarten 帶伊時候，然後伊講咯，伊講公公仔那邊飛來飛去嘅款咯。德國嚟嘅。哇！啲德國啊！哇！爽你啊！飛來飛去啊！迄個是一道爾，我查某囝捌在德國甲我講過一道爾，但頂擺有發生蝦米事嘅啦，本是大檳榔，伊有看到安尼款物件。你招嘅咧是到啲檳榔啊？招嘅是德國嗎？蝦米物件？招嘅是德國嗎？哦啊！對，招嘅是到德國，招嘅是到德國。古一個啲德國嗰啲歹人嘅故事，你甲我講迄個地長嘅故事。蝦米多一個歹人我袂記咯。promise，你講啊，你講每被冚起來，啊冇得有插入來。哦，係我會記迄個。你會記啊？你講有插入來，係咧每你下面是插。我看到有影迄個物件吼。唔是，你講你叫伊冚每被鎖起來，啊冇有插入來，係咧每你下面是插。係咧，係伊唔知下面是插嘅，係咧你講學出嚟俾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嘅啦，你肯計講嘅，係你講嚇有啊，咱個厝有插咯，伊肯講嘛，係你度插驚啊，講咱個厝底是有插，講有啊，有一個人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嚟嘅。我有聽過。實在是伊老我未記。我個仔教你講，伊教我想啊，伊教我想都未記。未必我講出來看，你會 trigger 到我啦。你是因為我無蝦米清楚啊，我有零物件我無蝦米清楚，我袂記咯。我查某囝甲我講安尼一物件，但是伊我個人我袂記啦。有你有甲講係幾哪裡個？這裡是地長嘅。你講起啊，我有想到咯。伊先是甲我講過哦。因為你甲我講，邊兩個人甲咱掃梅嘅嘛？係啦，你講德國人無掃梅嘅嘛？你甲我講，你講德國人無掃梅嘅梅，係俾因為你是邊兩個媽媽，所以你關係袂掃梅嘅，所以你教你就講袂掃梅，啊冇等到插入來，係你梅你下面是插。
啊，你講賊咪是歹人咯，係咪是歹人？你講但是厝裏邊你看到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嘅人接嚟咧，嚇，係你是歹人嚟，你應該講嘅。啊，你講啊，有啊，咱嘅厝有賊啊，伊講話，咱嘅厝地是有賊，講有一個人，唔是爸爸唔是媽媽嘅，一直嚟咱嘅厝嘅。就是喲嚇，伊喺教你講啊，你就聽嘅講，你講你厝裏邊有一個安尼款嘅人嘅講，特別伊個講啥事，伊唔使伊成日徛啲灶骹，是倒落位啊，無講話嘅。我唔知，我未記伊甲我講是徛佇倒落，我是講我有甲伊講過安尼款嘅物件咯，伊問我蝦米是賊，了我嘛 explain 互伊聽咯。了伊講，唔係就伊講出來嘅物件，有可能當今係伊本是看得到嘅，是講伊無甲你帶咧，這樣係無甲你講嘅。係冇甲你講，你幾歲啊？13歲。哦，都冇伊看。不，伊真驚就，了伊直直叫我咪講安尼款嘅物件，伊真驚。但係有可能伊會咯，有可能伊看到因為，I mean 伊自己都冇時間。我都帶伊去看目睭啊嘛。就是講看不了咯。等你看大漢嘅事，你咪嗨本啦，你講看到你講唔要緊啦，你咪別嚟講，你甲我講，你看，嚇，等你每個男仔是無管曾經將過伊就冇驚，伊該冚掉，伊該做大堆物件嘛，變咗就冇驚。伊就冇感覺到咩物件，伊就冇啊，就冇驚冇感覺嘅。超啊，有一個女嘅超。迄個人冚目睭嘅，伊講。我就是我介驚了，就因為我驚伊冚伊目睭，我較定變成我你款會味到會聽到會更加慘。哎呦，慘！是講我是無蝦米驚啦，但頭一道發生嘅事我會真驚咯，迄陣嘅事是大沙巴咯。我會味到有知哦，我頭一道味到安尼款嘅物件，我 really 真唔知是蝦米味，我袂曉講。OK， 我迄一個 trip 咧，我是對條我 company 去沙巴咯。我頂擺 company 伊是travel agency 來嘛，然後我是做 design department 嘅位做 designer 嘛，所以了我特別去無相嘅位吼，去翕相影了來做我家己嘅company profile 甲 brochure 安尼款嘅物件嘛。所以等了迄一個 trip， 我是去我 company。yang大沙巴會有真濟 destination 帶 ，especially 帶迄個日本人嘅 tourist 去佚佗，樣真喜歡安尼款嘅物件嘛。So then 了，你知影啦 ，travel agency so then 了我 click 個了，樣個了是 tour guide 嚟嘛，所以樣 tour guide 嘛真濟故事講嘅咯，因為樣點多 hotel 嘅事嘛。then 了迄一暝咧，我都 already 真正無幾場嘅，我大位吼是一個真正大嘅 lodge。了伊是無門無窗吶，咁了是開空嘅，就敢若有一個厝頂，等了無門無半項有空安尼款 ，just open air 咯。了阮就坐佇遐，若佇講樣多界，就若佇講安尼款嘅物件，迄陣時我就真無幾場啊。了暗暝，甲了人要去困嘅時候，伊迄邊是一個真正 big 嘅 hall 咯。因為伊是一個 lodge 嘛，然後有一個真細間嘅房間，所以我6間查某咧都困佇迄一個房間就走，了樣大部甲了咧都困佇迄個真大嘅 open air 成 living room 成個 open air 安尼款就對我啦，樣甲了困佇外口，我6間查某困佇真正細間嘅房間。所以我甲另外一個 colleague 就困佇 double decker 咯，我困佇下底，伊困佇頂邊。了個另外別個查某樣本是困 double decker，本來真細間嚟迄間房間。然後你知沙巴咧啦，樣嘅 electricity 真無 stable 嘅嘛，所以你熟熟呢，伊都是無電安尼款嘅就。然後 especially 因為我住迄一個 lodge 是我 company 樣家己起嘅嘛，所以真正凊彩呢 ，actually 樣是帶 tourist 去 rest。在迄邊嘢本是無困無半項本嘅，但係 because 迄一個 trip 咧，我有真濟 colleague 在迄邊嘅事，做了無去睡 hotel 嘛，是直頭住喺迄一個 lodge 位困咯。了困到半暝無條啲無電，了有可能我是抓過頭，可是毋知做咩事無條啲會醒起來哦。我醒起來時，我會 feel 到啦，我邊啊倒手朋友走，佮毋是正手朋友走。
哇，video 迄个味哈，我是袂晓 describe，毋捌味过嘅味，就一声死都死人嘅味啊！你看到就了伊烟啊，一浸啊！你看一只重嘅味，就我袂晓讲到我边啊倒手边，你知哦？我毋知是毋是迄个物件倒伫我边啊啦，了伊味。真正当我袂晓 describe 到对，我都毋敢开目睭。Actually， 伊梅吼真正我困的位尔，我知。了我那啲想，到底我要冲出去啊？咪你，房间是真正暗无看袂到，伊本都往6千人你知哦。我想讲人去安尼济，做咩事？我味到，我到底是我味到虾米物件？我直那啲想，知哦，伊味直吹来直。煮啊煮冻啊！你看了落尾时吼，因为无电嘛，了我会 feel 到像是有物件那啲吹风哇。伊个半风呢吼。啊，半风了个直接我无相嘅位啊！你看到知哦。伊个风来半路无相位是个手直接路。挪行，我 feel 到挪行。所以感觉就物件动路呢。哈，动我了，个成吹风啊！你看到知哦，成个硬要逼我开我目睭就对我毋敢开。哦。了，因为我即个我是大汉啦 ，experience 是头一道咯。我毋知啦，我嘛讲我身躯轻嘛，所以 maybe 细汉的时我成甲我查某囝，你看会看到物件，我毋知啦。但即个是我。大汉了吼，我头一个 experience 就去味到安尼看物件，然后落尾是无特地有电的时候，我赶紧冲出去，你知哦，然后我就去找我头家咯，然后甲讲，咱会使换位困咯，然后伊就知讲虾米事了嘛，因为因对面就那啲讲掉安尼看物件嘛，所以我是冲去找我 CEO 就我甲讲，咱会使换位困咯，然后伊就知虾米物件，然后伊本无入去困，本就知哦。我嘛困伫迄边 open air 位，逐人困伫迄个一个正大诶厅，你看咯，伊 bed after bed 有sofa， 你看咯，了困伫迄边一人诶位，了我毋知伊走去倒落一位困咯，我敢若知讲伊无入去迄一间房间，然了家己早起甲了人请诶时候，一个像 daylight 安尼款诶时候，了赶紧冲入去房间了就，了就看到我顶边诶colleague。困在我顶边的 colleague 啊，伊都落来我位困了知哦。然后问伊，你无味到物件咩？你问我味到虾米物件？然后讲哦无啦，无物件。然后我都毋敢甲伊讲啊，你知哦。然后我 feel 到啦，我看到往倒转翕的小影吼，像甲group 的小影啦，迄过了迄一暝，了阮家己都爱走啊嘛，了阮有翕 group 的小影嘛，我 feel 到我看到对迄一个小影啦，我面上雾雾的，你看到我家己面。我迄个我真正是大汉的时头一道的 experience， 我味到安尼款物件，了我迄阵大沙巴嘛，我 I think 我大迄边有。2礼拜到对来槟榔你知哦，等了我都拍电话互我妈咯，然后甲讲我 experience 安尼款物件，因为我毋捌 experience 过嘛，我是头一道尔嘛，所以了我妈听不无几场了，伊叫我哈，你家己照顾家己，你家己较小心咯。你迄阵是因为我个 travel 去真正济无相位嘛，了大 hotel 本，了我还未过去沙巴诶时候，我 colleague 早捌过去迄边诶啦，因为我有公司在迄边嘛，阮有讲诶就，了现用去Kota Kinabalu 迄边诶 hotel 啊。样本是有 experience 过物件，我听过伊 story 哦，就了好个仔，我去Kota Kinabalu 迄边诶 hotel 时是无物件发生啦。因为样另外一个 colleague 伊是讲困诶时，毋知是窗哪迄边有物件虾米安尼款咯，有看到咯。了我去迄边诶时，我是无看到啦。了我是住伫迄一个 lodge 位味到安尼款诶物件。所以我是感觉到真奇怪咯，了我是过了迄个 incident， 我甲 feel 到 maybe 即个物件吼，伊是有存在的咯，我是 feel 到啦，因为
ลูกเบ explain มา做咩事？迄个味到底是倒落来咧？迄个味到底是誒，特別我咪毛毛菇咪係味掉嘅毛毛菇，是唔是？毛毛菇你是唔是冇係味掉？是啊，味掉啊。所以不要緊嘅啦，嚇。不要緊嘅啦，不要緊嘅啦。味掉就是有人看到有人味掉咯，你咪是看到較驚，我感覺到佢味掉。味掉較驚。毛毛菇咧，毛毛菇你講有隻新嘅嘛？這禮拜。哦，頂住節我講 pedicure 嘅嘛，嚇對。แล้ว是有一個環得壞咩？แล้ว我想到對環得壞嘛，未記啊咩？講記你 stay 嘅時候。阿爸要冇。哦，咁你講下。哦，係嘛？Before that，我有一個我 skip 掉嘅，冇巴肚，我啲 hospital 嘅時，我未記講。哦。我 hospital 我頭一節。我報名節，我報名節 around。這是 before 這個事啊 ，before pedicure 啦，是啦。對嚇 ，before pedicure 我未記起啊，都未記起。然後我去 emergency 啦，伊無互我去 ICU 啦，伊互我去另外一個 unit 叫 ASU。ASU 是隻鼻影，就是 emergency 秘書部呢，我醫院是頭一邊的一隻咯。秘書來，有，佢再來啊！我再來聽無啊？咋？嚇？無啊？你聽無咩？你 internet 對。特別準備開，特別準備啊 ！Hello，有咩酸了？一酸小姐是在名中。同見呢？啊，大家好，好，這間有骨水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ให้สิ ASU แล้วให้ unit เนี่ยใน ward เนี่ยอย่าง好笑嘅，差唔多10年門診嘅，10年門診是4 by 4 by 4 by 4嚇，แล้ว要 partition 嘅 partition 冇關嘅話，真好笑嘅話 partition 是成間 office 嘅，企起來呢，你就看到對面對面嘅啊，你就嚇，แล้ว依樣個好了，依樣個係 built in 係啲 oxygen 嘅物件啦，伊個 wall plug 個了對邊嘅，แล้ว full aircon 啊，哇！我咪真歡喜啊，咪去到，แล้ว我每都好，因為我 special request 我講對 MCO 我冇報 assistant 嘛，如果我冇嘢，所以我嗱六百我第一件到 toilet， 所以你自己去執埋係咪 ？OK 所以我自己去執埋啦，แล้ว本。真係用 reach 到站板，本真係用去到另外一個門，迄個門就是看到一頭是 emergency room 嘅規個好嘅了啲病嘅，所以有人喊，有人但係冇喊你聲嘅咧，有人喊啦，有攞啦把手尾都病嘅啦，係咪算嘅啦發生嘅啦？OK，迄個我買關，แล้ว頭一暝都真 down 真 sad 咧係嘛，แล้ว個無心情，แล้ว頭一暝是我困3點幾我 check in。แล้วว่าตัวตีระเบียนแล้วบูICA 就走啦嘛，部餐ตีระเบียน搬嘛，แล้ว差唔多4點幾5點嘅時，我靜醒過，我白手冚咧，แล้ว啲想物件，แล้ว後尾人搖我心頭，我講唔得咧，我就心情無好嘅，都佢搖我心頭，แล้ว一掃，一手但係啲掃咯，你在掃啊係咪啊？伊唔是，伊是人嚟 ，OK， 伊是人嚟，這是真，一是人嚟。伊是甲我接 cable。哦，喂個你charge 電話係 cable 係啊？對，愛甲我 charge 電話，แล้ว我講阿爸要phone model Android 啊 iPhone Android， 但係你白雞，แล้ว我就唔係猜嘢咧，唔知啦。แล้ว嘅隻眼鏡，有人讀我，嘅當我，แล้ว想講咪是愛來驗 BP。OK， 驗我係 oxygen 係 level 㗎了，伊冇叫我請啦。伊也自己 finger 讀我 shoulder， no air。แล้ว我就講冇安排得啦㗎。你冇猜我，แล้ว我就變過去，橋樹我冇看唔到伊本啦。แล้ว冇變過去 respect 嘛咧？你真係知道我講係咩啊？就係冇 Jerry 加速。แล้ว我門診嗬，就是好似想 on rail 嘅咋，所以我門診是甲頭頂嘅 ward
佢哋 work 佢哋咩甲 normal 嘅 work 咧，名稱是無相嘅，我是 mobile 嘅。但係嗱，我是 mobile 嘅，會較有 land 咧，就咧會較有一個 deck 放鞋真係喎。我唔知，真係我唔知，我 until last day 時我才會知講，會使放鞋，所以我呢度讀我嗰個寫冇這個數，就我係寫嚟。然後我度講，但係個數，呢啲係邊個定？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อีตัวบูเสียนะเราตัวเจ้าอีแล้วมันจะให้มีสูแล้ว第二名ก็จะ嚟讀啊就係冇這個數上一聲上一聲แล้ว我嗰陣時就差唔多1.幾第二名是1.幾แล้ว我個聽到國考真亂แล้วมี事都知啦冇可能時間是去 resting 啊嗰時係咩啦佢哋 unit 嗰時冇咩人嘅成日是有4個人咧，然後這時啊4線啊冇坐到一個，冇困到一個，然後我就落來下骹塗骹，我家講無啦，落來下骹，然後砰砰砰，下骹有一雙鞋，唔是我鞋嚟，然後是查甫安迪嘅鞋到去。你講查理加索嘅時是查甫先嚟啊？查甫，然後搞我。時節嘅時，我 move 去 normal work 嘅時，嗰陣時教我會未去啊，係時。你查理加索嘅時，我知道。教我查理加索嘅時，我叫 Alex 去教我查理加索，然後咪是教 ICI 講dia belum mati bah dia sudah transfer pergi normal unit kenapa you masuk查理加索？你講你啊？冇意味是去甲 Alex 講。你都俾 translate 伊翻下我不要聽。kenapa mas查理加索？ dia belum mati lagi。dia transfer 咧，Alex ICID 頂冇官場。OK， 知啦。佢迄個 unit 是無通入去嘅，安尼款嘅，所以是真正。特別是講台灣你查理加索嘅時候，佢就嘛啲起啦。就是，然後我你只逼切到對啊，就可能啲嘟超仔，你知道啫，嘟我係暗啊。依家就呢啲吐嚕嚇。吐嚕，哇！第逼切就是咁都照係電話線。查咗，特別你參雜我大咩？你話有啊，迄個我有參嘅。有參嘅，加啦有參嘅。唔過我咁你秒掉你363你講話。我是講，若是講你是強險嘛 ，ICU 啊10人你看呢？要參嘅。我講聽。我唔是 ICU， 我是 ACU。那 ACU 嘛是 acute care。應該是咯。不是講 critical care、acute care 無相為對。我講聽，我就有見啲乜嘢嚇，你講呢一世，講呢一世。我被白晒。嗰陣後生啲面㗎講話。哇！佢你講啊喎，我想你 MB 你可你。OK， 來毛菇講了，就冚大啦。我俾佢白晒啊！嗱，講咁咩級貴？我啦，問自己講下啦，開門啦，等下講個白。OK， 佢自己都嚟講句個成日話被白晒咧，今次過嚟睇住就笑掉，今時咧覺得特啲 hang out 嘅。細頭係hang out 啊！家特啲個拍時今時嚟講幾個數，แล้ว你拜下啷細到對嚟啊！成隻鬼啊，就是細講幾個數到對咧個落現時嚟講幾個數個把你開謝拜，跟住我就俾琴日 music 成日揾咗琴日嘅 music， 等陣我 music 琴了 ，OK， 拜拜，見棒。YouTube 嗰邊個YouTube 嗰邊頂住禮拜冇看到到啲邊，第一隻邊是第一條看第聽咧，第一隻立正嘅時，同啲咧就係到落，唔是有 live 嘅時，然後嘅第一邊 T-shirt，OK， 今日拜。